前人都说4个字：修道持斋而已，只要修道持斋而已。后来上尾班呢，院长大人就到场，然后问前人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好的？”那前人就跪下来说：“知道。”院长大人就说：“上天呢知道你牺牲了家业来台湾开荒，牺牲家业来台开荒，所以呢特别为你加授2季，这2季1季是42年，1季是3年底，那2季刚好是24年。所以说在49岁的时候，咱正常嘛，你去的高岁的时阵，会使贵州加5年4年啊，就是再加上他上天为他加授的54年，所以他在81年的时候如期而终。那医生也检查不出病源，所以他不是死在他原来当初的直肠癌哦。医生没有办法判断他的原因，享年77岁，刚好是延寿了24年。所以我们修道是不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对不对？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实例。后学相信，在各位前贤的身旁，一定有很多很前进的前贤，因为修道来改变命运的一个实例。这些都是让我们一个借鉴，来警惕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修道，我们要深信不疑。师尊他怕我们，就是怕我们失去信心，就曾经说，修道应该是打不退，骂不倒。但你们都太过于安乐，太过于顺境了，只是遇到一点点小小的冲击、小考验、小挫折，就怨天尤人，不能认命。那什么是认命呢？就是认识你遇到的这一些顺境，是累生累世以来所犯的罪过错汇总而成的因缘，不是修3天3年就可以了结。有的呢要修一生一世，都未必能够了得。人啊，无业不转人，可是你们却是业重德薄。师尊大人他讲的这样子一段话，他是深套我们讲讲咱的心无到坚强，无到坚强只有无可得了，所以我们就要觉悟，我们就要觉悟说，我们趁我那时候零星起来的时候，赶快修办道，赶快努力的去行功了愿，用我们真心来修，才能够得到真功实在。这样子呢，才能够增加我们德性的厚度，才能够达到消冤解灭，早日从六道轮回里面脱胎换骨。那各位前贤对修道有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我们大声说出来，有没有信心？很好。我们有信心呢，我们就要知行合一，来行功立德，这样子呢，再给大家的观天更小，来改得掉，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早日回到我们无极里边。那后学别家跟各位前贤共勉之。那以上呢，如果有讲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错改正能力的地方，后学上面准备，那请简禅师各位前贤给予后学多多的指正跟包涵。那后学最后呢，就是祝各位前贤诸事如意，道路宏展。谢谢各位。感谢讲述指挥前导鞠躬，公道鞠躬。现在各位主持人一点都将先当时分享出来的今天请各位分享出来的方销湾开业有所努力，今嘛咱要看如何变现方便表，嘛咱就要方向哈。